观音圆通法门，你是观世音菩萨，即将坐起，顶礼佛足。你别复言，世尊，一念五识无数恒河沙劫，以是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以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将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初于门中入流忘所，所入记迹动静离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渐进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，各所各空，空各结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记灭，即灭现前。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迄理殊胜，一者上合十方，诸佛本妙觉心，以佛如来同一自力；二者下合十方，一道一切六道众生，以诸众生同一彼用。